環境用嘅睇法。喺呢10年嚟，不斷有好多高質素嘅學員喺我哋學校畢業，然後去開創佢哋個人嘅事業。呢一切都證明咗我嘅堅持同埋信念，職業寫學係為好多年輕人帶嚟希望同埋改變。Lina 係呢度2007年嘅畢業生，而且成績優異。我一直咧都好中意幫人哋扮靚啦、化妝啦，但係咧我就唔知點樣可以點樣行。覺得幫人化妝咧，係一間亞洲區知名嘅藝術學校，呢個課程覆蓋吸引潮流界最重要嘅5大元素：化妝、衞生同美。唔單止喺香港，UniTech每年亦都會開辦海外深造課程，等學員親身體驗唔同地方嘅潮流藝術文化。班達係日本首屈一指嘅藝術學府，佢嘅政府嘅支持。由於 UniTech 學方針清晰、信譽良好，呢度嘅學員可以獲批核政府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，學員可以喺畢業之後聘請成績優異嘅學員，為佢哋其他好似咩啫？要玩公仔。係嗰個啊！UniTech 用專程舉辦親子講座。